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现记者不头起先，赶紧来关心风台消息。这风台开闭是愈来愈接近咱台湾，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啊。这东半部已经开始落雨。依照气象署暗头发布的路线，明仔载透早这暴风圈就会吸到咱台湾的陆地。明仔载半暝可能会对宜兰花莲登陆，所以讲这个拜三甲拜四是风雨上介强的时阵，请全台湾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吊车出动，甲梅花湖的七头船吊起来。因应风台来，梅花湖的七头船中昼过后就停航。虽然在落雨，工作人员嘛较紧，甲船只集中，互火车载去安全处来保管。即马当地宜兰在办的国际七头米节，园区嘛开始在做风台作业，为着确保游客的安全，拜三拜四会向远2天，风台早早来复原，开园的时间还袂定。风台一直挖过来，东部沿海的风影是愈来愈大，但同款有民众走去海边在看风影，海巡人员一个一个抗议嘛，沿海划线公布。此处为管制区，请尽速离开，谢谢配合。在台东地上的观光热点金城武树，互工作人员用绳绑起来，边仔的车路嘛有封锁线。金城武树伫过去因为风台来，捌规张口甲挽起来，即马若发布风台警报，公司就会启动保护措施。台风主要是吃北风啦，那我们就是会针对北风这个面向，我们会来加强它的固定绳索。凯美风台已经来到高端片东方的海面，继续向北北西转西北来行。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来到200公里，强度继续增强。暴风圈渐渐入来包覆海峡和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陆上警戒范围是继续扩大。暗算风台伫拜三半暝到拜四透早，对宜花附近登陆的机会较大。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中心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因此周三、周四将是它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刻。这一次的降雨热区几乎是在全台湾，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北部、宜兰、中部以及中南部山区。拜三拜四全台湾拢爱严防大风大雨，其中东南部的山区、宜兰山区，甚至会来到超级大水河的等级。到拜五风台愈来愈远，环境场转偏南风，受风台吹的水汽影响。迎风面的南部天气同款是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副总统贺锦丽是公开学了拜登过去3党的成就，佮把这对手 Trump 讲作是金共党。也若是拜登是透过这电话连线甲贺锦丽助选，也若是 Trump 的副手范斯嘛开始有动作是在攻击贺锦丽，讲贺锦丽是比拜登佮较烂。伫华府白宫接待全美大学冠军运动员，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日头一摆公开露面，伊学了拜登过去3年的成就，伫现代历史上无人会当比。随后去德拉瓦州展开竞选行程，伫头一场的演说中，贺锦丽讲到伊担任加州检察长的过去，看过真侪种的罪犯，伊也了解川普是倒一种的人。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将川普比如做抢夺者甲诈骗犯，贺锦丽也答应会争取对贷款作为甲川普竞选的核心政见，因为确诊新冠。当地德拉瓦州隔离的拜登也特别打电话给竞选总部替团队加油，也替贺锦丽助选。And I know I'll be doing whatever Kamala wants me or needs me to do in addition. So let me be real clear. We're still fighting in this fight together. I'm not going anywhere. And I want you to know you've always had my back, and I promise you, I will always have your back. 伫拜登退选了后，贺锦丽赢伫加州民主党内提名人所需要超过2/3代表的支持，搁伫伊作为总统候选人的1天内获得创纪录的8100万美金。另外，川普副手范斯离离登到家乡俄亥俄州做事，火力全开一直骂拜登甲贺锦丽。Now, history will remember Joe Biden as not just a quitter, which he is, but one of the worst presi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my friends, Kamala Harris is a million times worse, and everybody knows it. She signed up for every single one of Joe Biden's failures, and she lied about his mental capacity to serve as president.
官司督促选民千万唔通让何锦丽做总统的机会。伊批评何锦丽处理美墨边境的方式，也讲伊要让非法移民完全杜罪化，搁较积极何锦丽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公司新闻陈慧欣编译。拜登提选的隔当天，副总统何锦丽就摕到超过半数的党代表表态支持，是有机会当顺利互党内提名参选。有一寡少年的选民就认为讲，总算唔免伫咧两个老大人当中做选择，这何锦丽网络声势渐渐咧增加。何锦丽日日真紧，扭挖民主党党内，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高赞背书，而且得到3949个党代表内底，超过一半表态甲伊支持。总统提名人选决定就是伊，挑战分裂的声音消退。民主党按算伫8月初7进前，以线顶投票的方式确定提名人，团结影响向转变的战局。She's already locked it up because everybody who might have been a formidable challenger to her has now endorsed her. 何锦丽伫拜登退选了后的24点钟内，募到8100万的美金。创下今年民主共和两党各一天上悬的纪录，而且伊嘛有可能会接受进前拜登何锦丽连任竞选活动的9100万美金的资金。因过去香港可能会参选总统的加州州长纽森、密西根州州长惠特别、宾州州长希皮罗，也阁有肯塔基州、伊利诺州州长等人，即马拢变作是何锦丽副手可能的名单。拜登退选了后 ，CNN 做的民调显示何锦丽甲川普支持率是差不多的，更较详细的分析是还未出来。不过，在拜登还未退选时期所进行的民调，假设何锦丽选总统的前提之下，伊的优秀认证支持率是赢川普真济。另外，在妇女、独立派、甲少年选民等等的族群当中，嘛领先川普。因为移民甲加州犯罪问题是伊较弱的。I think the ground has shifted astronomically,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who were just not enthusiastic and excited to see a rematch of Joe Biden and Donald Trump. 何锦丽今年59岁，伊的参选改变拜登甲川普两个查甫人对决的局面，提升少年族群对选战的兴趣。英国新世代创作歌手 Charlie 伫伊个人 X 社群平台一句呼应新专辑的大文，讲何锦丽是歹查某，有几千万人看过。何锦丽团队顺即个势，向 Z 世代行销甲宣传。另外，伊伫去年一场演说内底，产生椰子树的迷因，嘛叫做何锦丽伫网络顶的代号，两种拢咧反击反对者对伊的口说。And she would say to us,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you young people. You think you just fell out of a coconut tree? You exist in the context." 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奥运就咧要起稿啊，有真侪观光客已经先去法国巴黎佚佗。去到无同的国家，上该享受的代志之一，就是食当地的料理。尤其是在法国，是一个出真侪米其林总铺赛国家，是有真侪有特色的料理。亲像在请到全世界红酒炖牛肉，也有出名的罗雷，也有这甜露的部分嘛是百款，亲像是可丽饼，也是马卡龙等等，拢是名声烫四海。咱做伙来品尝一下。奥运开幕倒头算，巴黎街路嘛开始出现游客，真侪外国观光客是对真远的所在来，除了要来看运动员、感受巴黎的水，嘛有人会问讲，到巴黎应该要食啥物较好咧？服务生将有气质甲料理送过来，菜伫面头前的，就是规盘的罗雷。I do like it. Yeah, it is good. First impression? It's good. I saw a lot of videos saying the flavor was good, but they didn't like the texture. It's really not that chewy to me. 罗雷是法国料理其中一个经典菜色，真侪外国游客到法国，拢一定会去食。总好使甲特别选过的罗雷搅调味料，再搁送入去烘炉底烘，落尾再甲这香港港的罗雷送到人客面头前。这个对美国来游客食过罗雷了后是乌鲁甲会得志，不过若是要食另外一出伫法国嘛是真经典的菜色，对伊来讲都需要一寡勇气啊。Tastes just like chicken. Tastes just like chicken.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the fact that I'm eating frog legs and just focus on the flavor. 这水鸡脚嘛是真正统的法国料理，有一寡外国游客可能看到伊的外形都唔敢食。不过总好使认为讲，这就是法国料理的特色之一。
On fait honneur aux traditions et justement on change rien et on change pas les recettes. On est fidèle à ce qu'on a toujours fait et on va continuer de le faire. 包括最近因为维安升级，伫个比赛场地附近的餐厅生意是大受影响。餐厅的总铺师就讲，和去年7月比起来，这个月的人客就较少啊。不过业者有信心，伫个奥运开幕了后，生意就会变好。已经准备好要来迎接一大堆人客，要用法国的经典好食面、正特别的食物件的文化，和各国的游客拢来认同。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也若讲到巴黎奥运的表演团队，咱台南的风中顶看蒙歌团嘛有入选在内。因是要甲上有台湾味的表演搬去外国的舞台，互众人感受到台湾的多元文化。 正常的法师当咧念咒开路关，穿古早衫的老婆，甲彩球的小段，那红姨倒退行，甲有后场破走，一团卡蒙歌上基本爱5个人组合。早期伫台湾西半部拢通看到卡蒙歌的卡野，即摆较罕看到啊。这个歌团即阵当咧进行上尾一届彩排，因为月底因要去巴黎，到时要伫文化奥运的舞台，甲8当历史的双重文化原汁原味展予全世界人看。这传承一般。 你伫外口是看袂到啦，因为爱有人请出去搬才有，啊台北嘛无人咧用。紧张啊，我足紧张，惊咱表演了无好势。都有这机会，食到这年有法度通为国家，互全世界知影讲。 咱有咱这个台湾。经过了解，卡蒙歌是无共阵头，甲民间风俗男做伙所形成的。其实上起头是做喜事的，后来当地人甲18条关阿爷的故事转型做丧事。较早上济，敢若一个会赢就40-50团，到那全台南剩无到一半。风中顶卡蒙歌团团长讲，时代变化，造成大家对这项文化产生误解。其实真正意思就是要甲亡魂带落，袂当安慰着家属。盼望就是讲，放这亡魂爱放下。哦，世间无论什么人，外勇壮、外好野、外好命，拢爱死。最大目的吼，要消透咱人的情绪。其实嘛是在带家属行过这个悲伤的这个关卡。台湾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传统文化啊，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的。 这届歌团以拼出海做主题，表演的成员讲，因做梦嘛无想过，汉地几时会当甲本土的传统文化早起国外，这嘛形成一个文化外交，互国际人知影台湾是多元的国家。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 印度由于民党执政的一寡地方政府是要求这餐厅业者爱甲头家甲员工的名声公布出来，或者印度教的信徒来判断讲，敢是甲因信共一个宗教的。不过最高法院是认为讲，安尼是违反宪法，这款命令无效。 印度教是鼓励信徒食素，伫其他食物件的惯习上，嘛和其他教派信徒完全无同。印度全国14亿的人口内面，印度教徒就占8成左右。受到宗教影响食素的人口，等于是总人口的1/3，就是超过4亿6千万人。 包括北方邦、北亚坎德邦在地方政府透过警方要求餐厅的业者必须在店外公开标明头家和员工的名，让印度教徒在这个月到各地去朝圣的期间，会当足紧就知影讲这个餐厅敢有符合印度教食物件的规定。不过反对者认为讲，这是中央和地方拢执政的人民党想要用这种手段，甲其他的宗教拢来排除的一种方法。 The bench found this directive to be beyond the constitutional mandate and values. The bench has therefore stayed it and has issued notice to the state of Uttar Pradesh, state of Uttarakhand, and the state of Madhya Pradesh. 最高法院的裁定讲，餐厅确实是有必要爱甲人客讲提供的菜单内容敢有符合宗教信仰这需求，譬如讲敢有提供素食等等。但是政府是无权用强制手段要求业者来配合。 事实上，早就伫即摆印度国会大选进前，包括各大党等等在野政党，都指控人民党操作宗教的议题，煽动族群的冲突来提悬支持度。即摆引起争议的几个邦，嘛拢是人民党在执政的，这嘛互在野阵营是加几下个下当来攻击的部分。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 英国牛津大学是发现讲，非洲乌干达破病受伤的乌猩猩，会是食草药啊来疗伤治病。
若是对黑猩猩的脚步行，有机会当帮助人类开发更较侪有用的食物。伫咧画面上，即只公的黑猩猩，伊的手受伤，行路时阵看起来就摆一个摆一个。研究人员发现，族群内面其他的黑猩猩伫咧食物件的时阵，即只受伤的黑猩猩稍无活过去，家己去找过类的食物，尾仔是规丛挽起来食。几工了后，伊其受伤的手就已经恢复到正常。科学家伫咧现场，将即种过类的食物收集登记实验室分析，发现这是一种名叫做面膜小蘑菇的食物，有抗发炎的药性。Collected samples in the field, urine and fecal samples, and we looked at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exhibiting sort of abnormal signs, if they had high parasite loads. And on cases when we had gathered that information and we saw that individuals did have signs of ill health or lowered immune systems, then w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what those chimpanzees were eating. 武林大学的研究团队用4年的时间，伫乌干达的布东哥中央森林保护区研究2阵黑猩猩的行为甲饮食，采集并且试验13种食物、17种样本。结果发现，每加90%的食物拢有抗菌的特性，其中1/3有天然的消炎成分，也让解痛，和空喙会当较紧好。Many of these suspect resources that we saw the chimpanzees eating in unusual situations or when they were sick or injured had quite strong bioactive properties. So they have, in fact,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a number of these species were also found to be used ethnomedicinally in traditional human medicinal cultures as well. 若动物是因先天就有这种方面的药理能力，也是要对家族或者是族群内面其他成员遐去学来，也搁爱进一步研究才能知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海水温度升高，酸蚵白化死亡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泰国南部的孤岛都有唱水俱乐部的教练甲学员，注心伫咧酸蚵保育的行动，咱做伙来看。14岁蓝娜玲接触唱水干了2年，就感觉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伫唱水保育人员带领之下，伊还未成年，就投入酸蚵的保育工作。I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that will have a good consequenc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yeah, I enjoy it. 咱妮娜加有伴的工作，就是记录酸蚵甲酸蚵带的食水变化，然后交予民间团体来整理。On the divers, from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 what we're doing is collecting data and we're providing it to the scientists so they can actually work with governments and authorities to perhaps do impact monitoring, assessment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are going on. From a student perspective,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educate people. We're increasing awareness through education, basically. 除了记录酸蚵生态变化，保育团体也鼓励伫学校的学生用更紧来做人工的酸蚵生态池，互天然酸蚵用重生，也互新的酸蚵搭加做鱼群用自集的所在。另外，因也发现，就算海水温度提悬，依然附在地生长的酸蚵，展现出强韧的生命力，应当恶化的环境。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开避风台变化，全台湾各地拢顶真咧洪灾，部分的县市嘛已经陆续宣布拜三停班停课。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风台天要尽量踮咧厝内，出门在外嘛要注意安全。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